继续来看内政部的政务处长陈宗彦，顶礼拜六参加府选的活动，就台讲解的时阵，讲这个政党票若投予小党是浪费，伊呼吁现场新住民的姊妹啊，看到民进党跌落去，蔡英文转落去，万不因若去转着别人，规气阁加转一个啊，互伊变做废票。这番的言语引来着大批评，讲伊行政无中立。新党再去到台北地检署来告这个陈宗彦，企图使人未当选，来影响到小党的选情。人家选民的自由意志已经决定投给小党了，然后你陈宗彦去向他宣传，去向他谎称这张票会浪费，所以不允许他因为他的谎言，因为他的不实的这种说法，造成最后小党过不了5%，然后再倒果为因，把他造成的恶果搬过来，成为他开脱的借口，我们绝对不会接受。新党来痛骂着陈宗彦破坏民主的价值，应该马上来施官。陈宗彦是伫个面册来道歉。